时阵，来到伫咱当中，咱对圣神讲：圣神啊，阮靠无你，阮靠无你，阮靠无你，求你来亲近阮。圣神，这条阮要欢迎你，将你的话语来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。阮感受着圣灵的同在，咱来求圣神来带领咱今日的聚会，要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。圣神，请你来，圣神，请你来。 对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若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无建立好，咱的道路就会来偏差。咱也为着求圣神来光照咱，互咱知影咱家己的罪，咱也求圣神来洁净咱所犯的罪，互咱真做一个圣洁的人。 咱为着这人甲上帝美好的关系，甲家己的罪，由圣神来帮助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
上帝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一边承认家己的过失，求上帝你来饶赦阮，求圣神搁一遍来充满阮，主啊，求你来加添阮的信心，坚固阮的脚步，主阮求你来引带阮每一步，主阮一生都要靠主你来相同行。这个时阵，咱也为着咱教会的福音宣告，时间来祈祷，求上帝，互咱有较侪异象，伫宣告的顶面，有真正好的时间来推动。咱也为着咱教会，在迎接54年，伫上帝面前，咱要献上咱侪侪的时间，甲侪侪的娱乐的顶面，求上帝来亲自来掌权，伫咱宣告，甲咱教会的顶面，咱做来开声来祈祷。我的心。
就祈祷，求圣神甲伊同在，互牧师的讲道充满圣神伫伊的心上。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，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，拢有靠无上帝、靠无圣神伫每一个人的心内。咱为着牧师，为着咱今日兄弟姊妹，搁一遍靠无上帝，咱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信心，加做牧师的帮助，求圣神搁一遍甲查牧师同在。主啊，我来为着阮兄弟姊妹，搁一遍向上帝你来恳求。主啊，求你来柔软阮的心，互阮会当用谦卑的心来到伫主你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求你圣神帮助阮，来带领阮，互阮伫阮今日这个敬拜当中，来彰显主你的荣耀伫阮。敬拜当中，主，求你这时来充满阮，求你这时来讨帮身体受压制的兄弟姊妹的需求。主啊，求你赐予阮有信心，予阮有力量。对啊，阮需要一个的勇气，一个的盼望，一个的稳定，伫阮每一人的心上。阮来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免。这时阵，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，咱做来唱一条《我呼求圣洁圣洁》。圣洁家里来，充满我的心，我马来接过你。圣神，求你这时带领阮进入你的同在。主啊，阮需要你；主啊，阮需要你；主啊，阮若无你，会电你。主啊，求你圣神这时甲阮三个同在。求主你是万军的耶和华。我
的所